继续来看咱的金门机场，现在因为气候的问题，地属飞行机无法度正常来起落。昨晖是头一届发生飞来规定的芳，有的旅客是去互芳定着，地属落尾手飞行机是慢54分钟才起飞。 飞机的机头看到密密拢是污点，就连事故的所在也有，这个污点不是挖起的，拢是密芳。消防车赶紧出动来现场喷水，这个芳冲散。不过飞走的芳尾啊，又搁重新飞来，机场只好请专门的掠芳的业者来斗3工。受到延误起飞的班机是华信航空 AE1272。 原本是14下到3点50分要起飞飞台北，伫咧登机的过程中，发现飞机外表有规定的芳，还佫有2位旅客互芳顶着伤，航站的人员赶紧处理，发现这是一般的蜜芳，唔是虎头芳，乘客只可能皮肤红肿无大碍。 机场先和机顶的70位乘客转到候机室，结果来赶芳，班机也因此延误54分钟。掠芳的业者讲，有可能是最近是蜜芳伫咧分芳收的季节，才会出现规定的芳。即马伫咧航厦附近并无发现芳收，航站也会继续检查航厦附近是毋是有芳收，避免再发生这种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